印度種姓制度，歷史、影響與變革。印度種姓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雅利安人入侵印度，大約在西元前1500年。這一制度將社會分為4個主要階級：婆羅門、祭司、剎帝利、統治者、吠舍、自由民和首陀羅、勞動者。種姓制度通過宗教和法律強化，例如摩奴法典，嚴格規定各種姓的權利和義務。雅利安人的入侵與種姓制度的形成。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後，吸收了當地的農業文化並建立了奴隸制社會。由於雅利安人和被征服的達羅比圖人身份地位的不同，古印度逐漸發展出森嚴的社會階級制度，即種姓制度。這一制度不僅確保了雅利安人的統治地位，也使得被征服的達羅比圖人成為低種姓人群。4個主要種姓：婆羅門在古印度社會地位最高，擔任祭司，控制文化和農業經濟；剎帝利擁有軍權的世俗統治者，包括國王、貴族等；吠舍古印度社會的自由民，主要負責生產；首陀羅被征服的達羅比圖人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，處於奴隸地位。賤民的處境，除了4個主要種姓外，還有一群被稱為賤民、達利特的人群。這些人因為不屬於任何種姓，被視為不潔，從事如運搬屍體、清理糞便等低賤工作。隨着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進展，種姓制度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。年輕一代越來越多地接受現代教育，國際交流的增多也帶來了新的價值觀。未來，教育的普及、經濟發展和法律改革將是推動種姓制度變革的關鍵因素。印度種姓制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社會制度，雖然在法律上被廢除，但其影響仍然深刻。通過教育、法律改革和社會運動，印度社會正在努力消除種姓制度帶來的不平等，朝着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會發展。然而，這一過程需要時間和努力。種姓制度的影子仍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影響印度社會的各個層面。1947年印度獨立後，種姓制度在法律上被廢除，憲法規定禁止種姓歧視。為了促進社會平等，印度實施了保留政策，在教育和就業中為低種姓人群提供優惠。儘管種姓制度在法律上被廢除，但其影響仍然深遠。種姓制度影響着教育、就業和政治等各個層面。低種姓人群在教育和就業方面仍面臨挑戰，尤其是在農村地區。教育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工具。印度政府致力於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，特別是為低種姓人群提供更多的教育資源和獎學金。這有助於打破種姓制度對知識獲取的限制，促進社會的平等和進步。